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张先生除了是研班的，还可以做乜嘅呢？冇唔错，就是看花灯啊，睇年生子啊，最好看花灯呢。哎呀，佢長嘅花燈啊，我哋睇美容幼兒先生專門睇研究嚟做教學個。今日呢，特別邀請佢嚟到節目地位，好好紹介佢嘅作品同分享佢嘅故事哦。馬上來歡迎佢吧，歡迎我哋明鳳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黃明鳳，係來自於美濃。哇，歡迎先生來到節目地位。老師一來啊，我哋一節目地位哇，個人影像棚都光明亮起來了呢。今日帶來按到講嘅作品，喺紹介之前先請教一下先生哦。老師，我第一個係對美容嚟嘛？佢說係美容嘅行業嘛？我係屏東竹田，頭輪係嘉東美容，原來係嘉東美容係新橋30年嚟哦。哦，按你時間算好了，也係美容業啦。係都嘉本嘅100件夠鐘。哇，老師，唔睇美容教好，骨瘦有睇分人哋講客人啊，也係講有全部都可以教嘛，還係有分。我喺個時候都29年班，我都退休，因為29年來講，我都做。家都做5-6年生嘅陶瓷，不過陶瓷都教關於數學以外，我還去都係如果有興趣嘅東西都教俾學生啊，比如講演戲嘅啊，花燈啊，還有跳舞啊，無論客家戲曲啊乜嘅，反正佢本身呢去學教嘅，我都有興趣教一點，即個嘛個有興趣啦。老師，你有個興趣也係講對有個美學有沒有一個特別的感觸？係唔係對韓式時都皮用紅來呀？我都其實原先嚇都我阿公啊，嚇都兩歲嚇第4前我都喺呢廚房嚇，嚇我阿公都用牙刷嘅嚇，都見畫圖，我都學對佢見畫，都畫都見哦，嚇都。骨瘦都素描也得啦，各種開始有水彩都見畫，都自轉的時間哈，除了素描、水彩，好像橫豎架我也冇去了我都見畫，有時伊啲書架都畫幾百種的水彩，圖書館的書都本來就加高的哈，個都加時間我都同我先生講，加本可以哦，不過我講對藝術佢有興趣，冇同我點起咯，我繼續一次一來都更加，我還是都佢喜歡，都94年又去再去做研究所嘅，屏東教育大學，研究所，來研究嘛。那個時間我又在對入除了花燈以外，又有油畫啦，乜嘅嗰度東西嘅部分嘅創作，嗰時候更加我看到我一些創作來講，油畫還會有畫美容一道，我嗰度鄉村的啦，我哋呢顏料啦，無論我哋煙葉啦。無論我哋更加花海啦，一度全部我都用油畫，嗰度咧像採煙葉婦女啊，採煙葉的情況，有冇煙葉，都記錄一度以前的部分，都做一度創作，都花燈的部分都20年從81年開始，都好接觸到一啲福安國小有做啲竹嘅花燈嘅呀。都對個時間都講，咩好用按好高嘅東西呢？都帶動學生都做到勁。91年嘅時間都好有包紙鐵絲，個時間做嘅是嗰個團體嘛。包紙鐵絲又出來嘅時間，又做嗰度創意嘅東西都可以，帶動學生都去愛河啦，那就去展出也得。都焊接部分從91年嗰時有機會都去愛河啊，有啲美人魚啊，都12公尺嘛，佢哋太創作，都從嗰時開始我都最開始做焊接都鐵嘅，用一啲機器來焊接，佢都幾牢固，個嘛可以比如講唔可以草船嘅，也作品草船嚟去唔可以夾，也唔可以夾過如果夾皮咁樣嘅，嗰時候有啲創作嚟講，都更加嚟講都我退休了108年，有成立的黃敏芳光藝術工坊嘛，都更加創作的種都無限的這個創意來講，都有有本的台灣燈會有唱，還有個福岡山都從年呢
一啲部分，好嘛，你生样的，像星云大师太安尼墨宝，好啊，明年都我们团队的创作的，还有一些创意的灯饰也是，好，嗰度我们地方灯会，比如说闽南的花海啦，好也用也弄我都可以设计，好，岐山灯会啊的，我都各地方的一啲灯会啊种。因为我要着艺术，好，再跟逛艺术去结合，再发展。哇，老师谈红了人嘅经历一定很丰富，对一个画图啦，吼，甚至于个做一个法灯，因为做法灯吼，我们自家印象来讲，嘿，新人的限制太高的嘛，怎么？嘿啊。嗰少年又专门对一个法灯的主题啦来做研究做嘅，就都听老师嚟讲，老师当时在做嗰社会现象嘅时候，为到去教新年呢，后来做一个法灯，当时做嘛佢会想讲唔系买，人家人讲嘅现成做片嘅嗰种灯用哦法灯嚟去做彩绘啦，嗰种，喺想讲自家用做嘅去一扎一扎安尼拆出来咯。因为这做嘅吼，像我哋做法灯嘅最开始嘅时节。去做我哋都去上方去多做嘅吼，然後呢一啲削，然後呢對安尼開始本身人哋去了解講，哦，我哋做啲東西，最開始都從零到有來講，都必然去體驗講，哦，我哋做乜嘅東西，都真是什麼對呀最基本嘅東西來產生，好個削做嘅。因為去話去安尼啊，像熬嘅時候要用嘅蠟燭去行一下，行嘅吼，那熬。啊，不過如果做嘅部分冇辦法去做個太嘅部分，因為伊嘅hand圖如果會容易伊睇壓力嘅時間會斷hết咩？嗰時嗰時如果講為到帶學生去做嗰度嘅創意嚟講，嚇啊都用原先啊，同做嘅去配合，都可以做嗰度。啊，嗰時節其實。我帶生意嚟做來講，我去驗一些安尼牙學嘅安尼透明感嘅嗰種牙學吼，我有於是咧安尼也安尼做手把嗰種有嘛，好，還有帶人做恐龍嘅外殼用，外面嘅部分啊都用嘅嚟做，講到嘅做孔雀啊，咪去用迄嘛寶蠟拍嘅嘛，反正都嗰度東西去聯想一啲法燈出來嘅公仔。好，安尼本身嚟講，學習嚟講藝術嘅外觀也好，創新也好，嗰度還有呢，安尼接燈嘅時節，有時地北差唔多100人呢，安尼寫陣呢，接出來那一條天線嘛，好，安尼都嘛安尼帶，嗰時候像看像安尼吃鹽嘅時節，唔係講啊，本身鹽用乜個正負電，唔是啊，做法燈嘅時節，你都可以對也會嗰度學習，去本學生嘅從。喺為創作中去學嗰度，我哋咧學科嘅一個知識認知，好，嗰時候那帶學生嘅做嘢中嘛，佢有成就感，嚇，帶一陣要去比賽哦，嚇，要得到冠軍嘅時節，一陣咧嗰種，其實做嘢嘛，佢辛苦嘛，啊，不過嗬，點等咧，過去得獎時，喺度生意咧嘅成就感啊，伊雖然從學校之前冇按好，做嘢到以後咯，伊也學校資源都嚇。啊，方一類嘅，也嘛係一啲藝帶教育，啊，一啲方式安尼。係啊，人家講學藝術咧，學藝術咧冇用，唔係哦，佢唔單止講學藝術，佢要用書做嘛，同書，還可以同腦，同埋我想用辦法做接一條天線，其實算一個多元複合嘅學習嘅機會。啊，老師，唔夠按照學生嘅究竟能做法等樣咧，有學生嘅好似咪聽定強用哦，有興趣嘅自家來學美術啊，也甚至於來做法等樣。有哦，我嗰度學生嘅其實嘅時節，不管佢激動國時冇都總談國時帶出來學生嗰度都以前學本面嘅專業啦，全部都嗰度有藝術嘅，不過伊喺安尼嘛房嘛室內設計嘛嗰度。好，又有做安尼攝影咧，好，又有哦，反正上個到嘅美術嘅部分，我咪後來想講，伊哋冇想到我哋從細嘅必定，伊哋安尼機會有嘛，伊哋學本面嘅現象嘛，都有發展出來哈，啊都嘛又有學生嘅從原細哦，都聽到見，你是兩年咧，而家30空細嘛，反正都從細安尼做到見，啊人家伊嘛做欣賞嘅啊，都聽到我嘛，啊又比如講我哋要去嚟台灣燈會嚟入去做教學，伊咩都做嘛聽到做欣賞，啊又我哋又去監獄啊做去無論安尼看守所去。好搞也都跟生人的時節，伊嘛係要人去地北嘛係做欣賞。嗰所有嘅部分來講，
如讲其实有高度一点，有福业面啊，更加有做欣赏啊。好，嗰度设计来讲，嘛係啊，伊都舉一反三嘛吼，啊，咱嗰度創作來講，伊嘛自家要有自家想法安尼，嗰所以啊，喺相對嘛，佢有成就感有成就感，真是的。啊，老師條到談安尼講，自家除了成立有咧工作室來推廣也條藝術吼學藝之外，甚至於講行特別成立咧一個講藝術的文創生活文創學院係咪？特別嚟教課嘅，怎麼佢會有一個想法，我嚟成立一個學院呢？好，我1808年、1807年退休嘛，吼，啊都因為做法店嘛做誒，啊都20年吼，嗰時候我想講，一度要聽咧學生咧啦、先生嘛，有興趣聽到我做法店咧，啊今年就嘅一啲機會吼，有啲音樂輔導站都學。高雄客委會的負責的，哈，那就有啲機會來承租嘛，哈，啊，個空間來講啊，都成立的一啲基地，好，就那個光藝術生活文創學院、光藝術生活文創學院，好，啊，都有啲機會來基地俾大家人學習。哦，就係講頭擺嘅時間啊，可能冇安尼固定嘅空間，大家學習也個冇方便。拄到竟然有一個機會嘅，真是來一個空間俾大家可以固定來學習也來推廣一條美術啊、藝術啊，老師哇，觀眾朋友，人哋老師啊，其實喺推廣一條發展，甚至於講藝術嘅部分很用心喎。啊，不過一個學院地位，到底上課內容有哪條，還有兩版精彩故事呢？冇走開哦，4B3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歡迎大家回到我哋節目裡邊喲。前面有講到先生啊，很用心在推廣一個發展，甚至講藝術創作嘅部分，成立了一個文創學院。啊，到底一個學院裡邊有學到乜嘅呢？我哋今日來請老師來分享一下吧。老師，你頭先有講啊，為咗俾大家有啲固定嘅地方，結合一個藝術嘅創作，現在嘅一個空間成立一個文創嘅學院。到底一個學院裡邊，大家可以去學乜嘅呀？可以請老師分享一下嘛？好。我因為基地啊，基地都可以因為帕蒂斯異想家底部有啲光藝術生活文創學院，呀文創學院都有啲空間，其實個底部來都講我從以前的藝術來講，不管是這個素描啦、水彩啦、油畫啦，反正都係美術個部分，我想講從基礎來同大家接觸，大家歡喜，會親近。我就想講，親心有隔意嘅人再來看來做一些立體雕塑部分。那發展咯，都當然都立體雕塑最基礎嘅一個部分。氣質嘛，我都也要像從開始也要工人，等下成立也要部分以後也其實空間嘅設計來講，嘛係一啲我哋嘅一啲構想。我睇下地方可以做好，又可以協商嗰時候我有部分我嘛係請我妹一直嘛去特別設計也要空間嘅一啲設計，本也要學院有啲環境，本他講嗰度學習有啲歸溫馨嘅一啲環境嚟學，從工人咯，我哋都有做呢布雕啊，都係用呢布啊，藍布同客家花布，用纖維固化劑做成一啲像樣式嘅材質嘅樣嘅都做布雕銀偶，還有本身呢有做嘅客家小提燈，嗰呢啲暑假時間我哋有設計一系列部分來講，八角宮燈啦，有個擴香石啊，嗰還有呢藍布嘅鬱金香燈，嗰呢還有呢我哋用藍布去種一啲玫瑰可以把布雕的玫瑰的光屏，嗰還有呢又係啲小創意小夜燈，要收到嗰種人佢好都人從客家花布有嘛，去剪了以後，把它放在我們這個一個燈罩的一個
好外围，好自己去设计，然后再利用布雕的一个部分去把黄色蝴蝶也好，彩色蝴蝶也好，染布蝴蝶去剪下来，剪下来以后呢，去营造一种立体的小夜灯。好，嗰说也都全部的方式来讲，围绕在艺术啊雕塑，还有呢，又从工艺术嘛，可以带去个做的带到落卡，好来做展示，民意看到去个做的东西。老师，你那一个空间啊，你会送一个课爱报名，也讲有爱收报名费啊。好，我哋有一啲网站，如黄明芳光艺术工坊，有一啲我哋嘅赖的官网，啊我哋嘛有一啲网站上嘛用我哋呢黄明芳光艺术的一个网站，好啊 FB 嘛有，啊如透过呀的一啲讯息，你可以做底部做啲报名嘅程序，啊因为我哋都受到嘅经济部的肯定嘛，哈，嗰所空间来讲，伊哋希望我哋做啲领头羊样嘅集体样嘅，好，嗰所呢，我哋都能收安尼材料费，当然都希望他赶紧讲，要要材料发下去，你就可以用这个，好，佢欢喜嘅时来做出来，啊带过同样东西带过去嘛，迄个重要嘅一点啦，哈，个如果讲迄种个，我哋话再做。另外创作有兴趣的，再就同我哋讲，我哋会再嚟带人做无穷量的创作。迄可能收费来讲，如咱来再讨论咧，因为一般上课迄种基础基本版的吼，学个有兴趣的，有个技术的，会当来讨论进阶版的部分，跟迄量身打造的个无穷量。讲我嘛希望讲，迄做有兴趣的嘛，可以成为我哋黄明芳光艺术的一个团队一员，好，来比如讲，我哋因为有一啲经过国家安尼做出来的一些创意文创品，我哋有去个世界客家博览会嘛，有做一啲伴手礼，讲我哋嘛有去那接去做展示的部分，我哋嘛有看我哋光艺术底部有做下的部分，你总个做到有兴趣的，你嘛可以用下来做自家事业哦，一技之长。甚至讲来参加某一天都是间，也会变做一个名的当个艺术家种哦，有一个机会嘛吼。老师，你那个福建啊，其迄条面农是吗？美浓的福安街43号，帕蒂斯异想家，好个如前面个船塘如好，我哋呢子弟兵可以经营啊，旁边如一个个人呢光艺术哈，生活文创馆都可以甲隔壁。所以可以示范，做创作啊，大家接下来都去可能面农的那只味飘飘回啊，什么个料啊呢？安尼quite好呢，老师你能用迄有安好的小想法，大家去面农教了，哦，可以去能够炒料一下，试一下点心，之后再来上课教一下东西，甚至以后能够空间，谈好了迄个多元复合一个空间，哦，还可以做展览，系咪？有时间有展览还可以看哦。好，像下次今年16以后，我哋有一啲。就是光流动新场内的主题策展，好，假如喺我创作以外，还有我识别土地，嘛都也做好嘛创作，好，可能都来宾之前我有设计的揾到许愿屋，许愿屋都希望许愿我哋 TQ，好，我哋都 TQ 那一个嘛，我哋为地球祈祷，好平安。好，不要有那个天灾太多哈，核战也不要。好，这都大概有得集气用或者许愿屋底本来都设计的，我都心花朵朵开。哎呀，都免费本嗰度民众来做的，我都喜欢的学员啊，都来做呀呗，米等于一类法，还会给全部的许愿屋底本不用。告诉你把都一个 U 片上，我看到一个许愿屋，一个花，好，那这个部分如果大家集气为这个地球，还有自己，好，自己也要来做对自己的祈福嘛，好来做的呀一个主题，我哋的主题策展都以光艺术，光流动，好，嗰所以也是设计来讲，都系一个你去你都会感觉一个光的一个流动。好，然后第二可以温馨呢，然后第三又可以为地球祈祷一个也会发通，好，因为每等人一批许愿我如为地球祈祷一下，嘛还够有意义的哦，因为公司才按多年哦，疫情嘛系啦哈，某路战争嘛系，我哋希望他感染一个心，
VTQ。哇，安尼规划一个展览的观念呢，都是这有限哦，一定要来去看一下。老师，今年啊，除了讲到一个福建啊，看到今年老师也带了安多的作品，也都全部係睇唔一个福建做呢，行喺线上做出来的呀。唔讲带了有泰的，有西的，有法布的，又有贴片的材料，看可能人也唔是咧，某个法布的，你可以小解一下冇？好，像我哋咧课程的部分哈，因为有讲到也要。郁金香，我们南部，如南部会有带我哋呢，有带我哋呢个上来学南部的，好的学生啊，也学员，伊哋都去家做南部，做了俺都搞一点做也国家，如果郁金香的国家，好啊，当然都设成都有木腔样，好，嗰也又可以从南部做也小夜灯的部分，好，嗰时候啊又想过我哋呢客家花布嘛有呀个精彩的一个法，前面也个也可做的安尼做出来，佢啊差不多迄种啊太房我哋迄前提准备差不多15分钟，都可以一个作品都可以都好诶。如果太部分我哋准备好，都来剪一些你喜欢的蝴蝶嘛个，都在染上去。微调的部分微调部分，如果要课程可以长又可以短，短的话如果可以先好我哋准备好的材料，都染上去，差不多19分钟。迄种想搁长一些。还是1点钟，2点钟，唔怕，都全部唔去家去剪。我一度优秀的，你都自家来现在按时间长短，你自家控制。我哋又本他家又接触一点我哋个新的一点，好，利用环保媒材去做嗰度创新。那这些创新来讲，很多的，好，也要时尚旋转，好，旋转灯哈，它一路点到做以后。一路热旋转，有个45度角叶片，一路会旋转。我们那个每一个那个小吊饰，一路马上用我的那蓝布客家花布去固化，然后形成的这样的吊饰。好，那这个我们的玫瑰花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也是一个发想，因为现在很多人还蛮喜欢这种氛围在家里嘛，一种疗愈的摆饰。对，那像这个我们的布雕造型灯，好，也是一个我们环保媒材纤维固化剂，好，应用在我们的部位哈，里面的做法等，做各种创作啊，各种部位肉体在应用在这样的一个设计上，把类同雕，像很多因为我们重新出发这个。好，对这个我们的新的这个创意哈，你看它的光里面那个就是蓝布哦，那你有发现呢？它像一个我们母亲的胚胎，那这也被一个企业家去收藏了哈。那他是说这个爱就像他的母亲的一个爱，它是像一个胚胎一样，像母亲的子宫所以我很多。自己这一两年的创意也从这样的一个思维去环保，然后又把光艺术结合，然后也把我们传统的蓝布啦，一些花灯的一个部分，把变成光艺术部分去做设计。好，嗰时候我看到一的东西就会完全都係唔能創造出來，也係講同福建帶動我哋呢民眾嘛可以來參與，所以你看要布雕的我哋的玫瑰花，好我哋嘛帶動他感應來做自家一個創作，還有提也光屏帶過去。哇，真是有好彩有老師人家手嘅，真是本來人認識到花燈原來又還有按到做無共樣的可能性呢，因為頭擺看到嘅花燈都像伊個圓圓啊，吼用紙包封來按呢一種。個簡單的形式設成也可能個固定，樣式也個固定。哇，真是有老師的手嘅，認識的按到無共樣精彩的作品哦。觀眾朋友，老師的作品係咪一定的精彩呀？不過還有更多精彩故事，也係講神奇的分享。休息下，繼續來同大家講哦。
培养轨道节目，大家前面啊，老师有讲到讲，其反而改道的形式吼，改用心的创作。那甚至于讲，唐豆老师有讲到一个纤维固化剂，一种技术到底係乜嘅技術？我再嚟請教一下老師。老師，你哋都講嘅創作有按多種有可能性嘅發展啦，吼，像你講嘅纖維固化劑，佢係也係用辦新嘅技術嘛？佢係用辦重嘅，可以再同人哋詳細了解一下嘛？安尼纤维固化技术3年前啊，都读到的时间，都相当爱嗰度的发展的部位，可以用亚部分在来做创作，因为个时间啊，攀得结合的时间啊，都相当还可以用亚部分来做创作吼。个时间都去接触的时间，伊当然都无，因为原来的创伊那个比利时进口的嘛，嗰时候家家拢爱给人去做雅士也要创作。伊人对光这个部分、灯这个部分嘛个概念，嗰时候龙膜跟光有关，所以一开始来创作，对这个部分的创作没有跟光有关。可是后来我都想讲，这个都光艺术嘛，咁我可以对用亚作品来，呈现用的适合来讲，都呈现到更安度的东西，来创作出来这种那个纤维固化剂去把。蓝布也固化了，然后好，我们的布的部分就是类铜雕这样的部分来讲，就结合出了很多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艺术这样子。老师，你头都讲的类铜雕，迄咩一种做法咧？其实迄原本係布的哦。錯。用一個纖維固化劑，佢都可以做出像安尼金屬的感覺。錯。哇！個嘛就可以嘅話，都講，因為做法等有國家嘛，可以嘛，可以做到改胎、改果都可以去做到也嘅類銅雕感覺。它實際上來講，它可以如永續來講，伊嘛可以像銅一樣、鋼一樣，可能100年都冇問題。哇！像安尼三副安尼圓圓的，佢可以變做安尼硬安尼，可以保存夠久哦。係。哦。金邊金硬。金邊金硬哦！哇！真最後最尾變色體。係錯。老師你個創作啊，真是幾神奇的因為按神奇嘅創作課程啊，一定有幾多嘅學生嚟學錯嘛。你哋課程喺每禮報名嘅時間，馬上推出都秒殺。而家都因為有部分都算個新嘅課程，都先從有個基本嘅開始本，他敢接觸。接下來課後因為我哋有生活有基地嘅哈，如會接下來會陸續啊，會見佢啊課本，他敢有機會接觸。因為像我哋SBTR 我哋有通過嘛哈，頭先講到 SBIR 都一個文創品的部分，那 SBTR 嚟講都因為有個基地，我哋要變成一個發揚的一個出發點，嗰時候我會用我哋呢光藝術的生活文創館去做一啲我哋旗山美濃山林的奇美山光藝術小鎮的一種概念，去延伸到玉堆啦那。好，來他講因每個地方來發光發亮，好嘛？希望他講因儂人有興趣來講來學習，同每個自家家鄉布置啊來個講來安尼哈。佢說因哋呢具體佢個中心點唔係單將美濃哦，連周邊旗山啊、甲仙啊，也條周邊的鄉鎮都可以受到影響大家適合共下來做一個講的改造，同埋係一個那種理念嘛。老師，安尼你個教學嘅經驗啊，同一個生涯按豐富時間嘅研究，有在一個過程地度啊，有讀到幫你影響過什麼嘅學業冇？像其實我從細帶睇一度從做法等開始學生嘅，其實都講20年嘛。幾多學生嘅每年有做乜嘅都會過來啊，即係睇說種退休嘅先生，冇都現任先生，伊人有空檔啊，咩過來共襄盛舉，都意思講，像他做嘅同樣嘅家鄉，像也花海也兩年咩個人做出來嘛，喺本業嘅地方，伊哋個按多年入來也要面嘛，個公用啊，個。有也像也是可以來，生活文創館可以來。有的會像有的嘛有對橋頭啦、做羊啦，還有對特別坐高鐵過來學習下，體驗下糖豆嘛，糖豆朋友來講啊，會嘛來體驗。
啊，伊哋嘛个神奇，像有啲桥头嗰啲后生诶，哦，伊都安尼他是那个逻辑思考的教学型上，伊即个本身叫做8、9、10个学生去教学，啊，伊都以为说逻辑思考来讲，唔免人像安尼书本方安尼算呢，因为讲人个呀学个呀的东西，其实都系逻辑思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用心过来，也就比学习米的哦，米的吼，米拜如个认真做吼，嗰时候我就想讲哦，原来也个领域就同个也个艺术哈，我们画光艺术的艺术，好嘛有相关联。嗰呢有像个3眼神、1眼神的4眼的暗色哦。米的太阳如果都爱在一定拍得高诶，结果唔好一定做出的东西跟比的吧，太阳的反个好哦，因为伊都上个有心思，啊伊呢。如反回听妈妈讲，妈妈唔是古爱我去教我做，伊去同我妹妹听书，啊伊都真是从一个铁丝开始，凹眼线，有表布，全部去甲演的，全部去甲做好了。哇！伊做好的迄时想啥个没有真是个认真安尼哈。可是也嘛，迄个老人家有的位啊，冇做过嘛，来做，你想到我做不出哈。讲啊，明白没？有的问题嘞，我上课啊，我有的。部分都是新的那个交流啦。明白没听人讲，讲虽然唔能明白要想象讲也要东西嗰种困难，唔讲来讲，能都有心的话都一步一脚印，停顿的做，都是这如果有的作品出来的。如果讲也拢爱做出来的，中间前面你都想讲爱唔晓得做，都冇做的，当然都冇机会啊。我说如果鼓励讲，我当然讲，爱想到可以做，都是讲试做看哦，艺术嘅东西，咁网络嗰度东西，冇乜话就好快，过都系一个经历啊，迄种做冇乜个讲冇。伊都还帮你做好的时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垫脚石哈，那所以你都一听有的信念，我想做，我都来前进，我都来行通，唔好讲因为我有样样诶，我想个老人，就像老人家都开始信心建立嘛，没有真快3万哦。我用心哦，是连红鸟是差都冇，唔盼得过去离开一下种哦。结果做的愈好啊，连时间到的伊还蛮做下，还蛮还强样比做下去。都还不咪的我讲，伊体白做安尼，安好的，你看老人家咩都可以练习手脚哈。训练啊，都预防老人痴呆哦。我说老少咸宜，全部你什么年龄的来。都可以，老轮胎在动作，嗰种类又可以大概交流谈心。像我哋亚次嘛，有各多位企业的部分团体过来报名。亚次的发通路讲，我希望 VTQ 其他部分他干嘛希望期待一啲心力的 VTQ，嗰时候唔多时间可以来也位拍啲试想下，来看也位作品。他感染了共同创作的作品，除了外，是不是土地各方面的全部人呢？心力咧作为的许愿物。如果大家學員啊，唔單止係同學員，甚至於講來參觀的民眾，今年也係創作者一部分咯。嗰幾時間我會推出的部分都也會藍的小夜燈同也會客家的小夜燈，我本他感染幾時嘅話，我有 DIY。一样我都收那个350的材料费，全部都可以带可以啦。如果来一讲可以一些嘅成本你都可以做自家嘅作品带过去。老师讲到一边啦，有教课教得很好，教得很厉害。有去参加过像人每一年啊，政府今年都有办一个花灯啊，或一种展览嘛，能有去参加冇？
安尼讲啦，明年喺台湾等飞戏奶，等如果戏奶搞好，等咧团队啊，冲牙齿，因为明年咧等飞去台南，等也要7月初，都等10个月也要团圆咧，等都出高也着全部，等都过去搞8个人来做也要明年。有啲竞赛灯区有嘛？伊等跟暑假都开始搞哟。好，嗰有的老师有嘛？咩系啊？从一条线开始，从零到有，做出按个嘅作品嘅时候，真都赢哦。短短的时间搞8个年，全部做啊，如来书个通还有一些心理建设讲，咁都前去报一些安尼。透气胶哈，本去加树么？讲根本伊规气无同陆卡人讲唔是煮菜嘛，唔怕。正大光明的理由，也可以休息。好个嘛，个欢喜，讲路边度去加只创作嘛，系嘛，好个清醒。个说明年如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嘛，个说嗰度作品都爱人更加暑假去。有时节可以嘅，可能时节如果看得到老师同人嘅团队里搞出来，甚至讲唔能自家做出来，也会得嘅嘛。错。哇，观众朋友，今日老师嘅分享啊，一定係精彩呢吼。不過我哋認識嘅原來啊，人嘅藝術創作有兩版嘅可能是啊，人哋嘅發展呢，唔係像頭擺安尼細一隻個，其實還有更多無共用親神奇嘅作品咯。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面峰先生帶來咁精彩嘅作品同咁神奇嘅故事哦，多謝啊！感謝主持人哈，感謝我哋咧。觀眾朋友哈，那歡迎大家入來拍啲事想講啊，等下咧，全部嘅咧作品的展出哦，9月16開始就可以去欣賞嘅哦，可以來做體驗分享哦，感謝。坐到更加大家有個位上人我呢，家聽緊嘅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